大家好，歡迎又嚟到骨貓 Chilla 嘅頻道。今日骨貓 Chilla 會同大家分享一次喺商場洗手間內發生嘅怪事。有一日晚上，骨貓 Chilla 行完商場，臨走前去咗一轉洗手間。當時所有廁格嘅門都係打開嘅，裏面乜嘢都冇。骨貓 Chilla 進入咗其中一個廁格，就坐低去廁所。隔離嘅廁格突然傳來沖水聲。骨貓 Chilla 心諗呢度仲有其他人，但當時並沒有見到同聽到有其他人進入洗手間。佢彎低身從門罅睇咗一眼隔離廁格，裏面係冇人嘅。沖水聲越嚟越急，好似有人不停地按下沖水掣。骨貓 Chilla 慌忙起身準備離開。喺洗手嘅時候，嗰棟廁格門突然嘭一聲關上。從此之後，骨貓 Chilla 就再唔敢去嗰個商場洗手間去廁所。如果大家都中意骨貓 Chilla 講嘅故事，記得 like 咗呢條片同埋 follow 以上嘅 channel 啦。我哋下集見，拜拜。